啦，各位早晨。好，大家知唔知今個主日係咩主題呢？係啊，聖誕啊，聖誕。咁我哋呢個日子咧，對我哋嚟講好重要嘅，因為咧，主耶穌嚟到呢個世間咧，係帶俾愛同埋救恩俾我哋。咁我哋咧，開始之前啦，咁我哋練唱一首歌先。咁啊，係今日嘅第二首歌，叫做《榮耀歸於真神》。可能好耐都冇唱過，大家 pick up 翻啊！榮耀歸於真神，他成就大事，為愛世人心志，賜下獨生子，面上他神美為人贖罪受害，永生滿意大海，人人可進來，讚美主，讚美主，全地聆聽主聲，讚美主，讚美主，萬民快樂歡欣，情來即聖子耶穌來到父前，榮耀歸主，他已成就大事工。救主流寶血，何等全備救恩，真神應許賜給凡信他名人，罪人終知罪悔，若真心相信，一信靠主就必得赦罪之恩。讚美主，讚美主，全地聆聽主聲，讚美主，讚美主，萬民快樂歡欣，情來即聖子耶穌來到父前，榮耀歸主，他已成就大事工。父神啟示真理，他成就大事，即聖子耶穌，我們歡欣無比，將來見主面，我們必人驚訝，何等奇妙改變，人瞬間無瑕。讚美主，讚美主，全地聆聽主聲，讚美主，讚美主，萬民快樂歡欣，前來即聖子耶穌來到父前，榮耀歸主，他已成就大事工。讚美主，讚美主，全地聆聽主聲，讚美主，讚美主，萬民快樂歡欣，前來即聖子耶穌來到父前，榮耀歸主，他已成就大事工。好啦，咁又麻煩大家咧檢查你嘅手提電話，睇下有冇校咗佢做靜音。咁讓我哋一陣間可以咧好專心咁樣聽神嘅話語同埋敬拜神。好啦，弟兄姊妹，以下落嚟有安靜嘅時間，讓我哋一同低頭。
弟兄姊妹請起立。請聽宣召經文，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在地上平安歸於他所喜悅的人。天啊，天使高聲唱，榮耀歸於神神王，地上平安人蒙恩，新人和在上層，興起地上大小波，響應諸天公中央，樂與天使同宣告，基督生於伯利恆。樂與天使同宣告，基督生於伯利恆。至高天庭同敬拜，基督不待永神王，萬世所望從天降，甘心卑微居流放，至高上主披玉帶，道成肉身降塵世，甘於世人居下地，耶穌是以馬內利，甘於世人居下地，耶穌是以馬內利。歡迎天降和平和，歡迎快和公義光，帶來生命顯光芒，起死回生已創上，捨棄榮華離天上，降生救人出死亡，降生使人得救贖，降生使人得重生，降生使人得救贖，降生使人得重。平啊，天使高聲唱，平啊，天使高聲唱。我哋一同低頭禱告。主啊，我哋歡喜快樂嚟到一同紀念你嘅降生，你將愛同埋平安帶俾我哋每一個人。你係成就大事嘅神，救我哋脫離黑暗，得着從你而嚟嘅盼望。願一切榮耀頌讚都歸於你。禱告係奉我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而求，阿門。榮耀歸於真神，榮耀歸於真神，他成就大事，為愛世人心志，賜下獨生子，獻上他生命為人贖罪受害，永生滿意大海，人人可進來。讚美主，讚美主，全地聆聽主聲，讚美主，讚美主，萬民快樂歡欣，請來即聖子耶穌來到父子，榮耀歸主，他已成就大事工。
身仍去追求，翻信他的恩，罪人縱是罪悔，若真心相信，一信靠主就必得赦罪之恩。讚美主，讚美主，專地聆聽主聲。讚美主，讚美主，萬民快樂歡欣。前來直升之耶穌來到父前，榮耀歸主，他已成就大事工。父神啟示真理，他成就大事，即聖子耶穌，我們歡欣無比。將來見主面，我們必更驚訝，何等奇妙改變，更信結無瑕。讚美主，讚美主，專地聆聽主聲。讚美主，讚美主，萬民快樂歡欣。前來直升之耶穌來到父前，榮耀歸主，他已成就大事工。讚美主，讚美主，專地聆聽主聲。讚美主，讚美主，萬民快樂歡欣。前來直升之耶穌來到父前，榮耀歸主，他已成就大事工。弟兄姊妹請坐。耶穌本來有神嘅形象同埋本質，有神同等嘅榮耀地位同埋權能，但係佢甘願放棄，甘願卑微成為人，嚟到呢個世上服侍世人。平安君王，谦卑來到世上，明亮晨星，照亮渴望的心。小小嬰孩是尊貴的君王，耶穌真實帶來愛和盼望。平安嘅君王，平安君王，謙卑來到世上，明亮晨曦，照亮渴望的心。小小嬰孩是尊貴的君王，耶穌將神帶來愛和盼望。是為了愛，親愛耶穌降生在馬槽，是為了愛，背負重擔讓我得平安。謝謝天父賜下生命的禮物，謝謝耶穌以愛帶來救贖。我哋再次低頭禱告。慈悲仁愛嘅天父，感謝你對我哋無微不至嘅愛。你為咗要將我哋從罪中拯救出嚟，你差派你愛子主耶穌基督嚟到呢個世間，為咗我哋受苦被釘十字架，用重價去完成呢一個救恩。你話過，只要我哋心裏相信，口裏承認，就可以得到呢份寶貴嘅禮物。從此我哋嘅生命就活得更豐盛。你係以馬內利，意思就係主與我哋同在，並且賜俾我哋平安，叫我哋心裏邊唔需要憂愁，亦唔需要懼怕一切嘅困難。如果我哋都將你呢份嘅大愛傳俾我哋身邊嘅人，使更多人得救，
平安喜樂都充滿各人嘅心。感謝你無盡嘅恩典，禱告係奉主名求，阿門。平安君王谦卑來到世上，明亮晨曦照亮渴望的心，小小嬰孩是尊貴的君王，耶穌降生帶來愛和盼望，是為了愛，親愛耶穌降生在馬槽，是為了愛，背負重擔讓我得平安，謝謝天父賜下生命的禮物，謝謝耶穌以愛帶來救贖，是為了愛，親愛耶穌降生在馬槽，是為了愛，背負重擔讓我得平安，謝謝天父賜下生命的禮物，謝謝耶穌以愛帶來救贖，我們敬拜親愛耶穌，你就是愛和平安，充滿感恩歡慶聖誕，因為耶穌為擁抱我而來，我們敬拜親愛耶穌，你就是愛和平安，充滿感恩歡慶聖誕，因為耶穌為擁抱我而來，是為了愛，親愛耶穌降生在馬槽，是為了愛，背負重擔讓我得平安，謝謝天父賜下生命的禮物，謝謝耶穌以愛帶來救贖，謝謝天父賜下生命的禮物，謝謝耶穌以愛帶來救贖。感謝主耶穌，你以愛帶嚟救贖，讓我哋嘅生命更豐盛。以下係感恩回饋嘅時間，請招待到台前。奉獻係基督徒對主愛嘅回應。咁如果在座有未係基督徒唔明白嘅，可以由得個奉獻袋傳過。各人要按自己嘅力量，照耶和華你神所賜嘅福分奉獻禮物。我哋一齊低頭為獻金祈禱。親愛嘅主耶穌，我哋感謝你，你嘅降生係一個神蹟，俾到我哋各人都有永恆嘅盼望。我哋亦都睇到你喺我哋身邊所做嘅，其實都係一個神蹟，賜予我哋日常嘅需要。天父，我哋多謝你，願意我哋更加覺察到你所賜下嘅一切，每天存感恩嘅心度過。亦都求你悅納我哋以下奉獻嘅金錢，用喺你嘅聖工上邊，祝福更多嘅人。祈禱交託，奉耶穌基督得勝名求，阿門。
高興以下呢，有聯團詩班代我哋獻上一首歌，呢首詩歌係歡欣歌唱組曲。又係讀經嘅時間，咁我哋今日咧就讀到馬可福音最後嗰章，馬可福音16章1至8節，咁啊8節嘅經文，我哋請弟兄姊妹一齊誦讀。好，1、2、3。過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瑪利亞和雅各嘅母親瑪利亞並撒羅米買了香膏要去膏耶穌。7日的第一日清早，在踏人的時候，他們來到墳墓那裏，彼此說：誰給我們把石頭從墳門中抬來？那石頭原來很大，他們抬頭一看，卻見石頭已經滾開了。他們進了墳墓，看見有個少年人坐在右邊，穿着白袍，就甚驚恐。那少年人對他們說：不要驚恐，你們尋找那釘十字架的拿撒耶穌，
他已經復活了，不在這裏，請按看放他的地方。你們可以去告訴他的門徒和彼得，他從你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裏你們要去見他，正如他從前所告訴你們的。他們就出來，從墳墓那裏逃跑，又發抖又驚奇，什麼也不告訴人，因為他們害怕。以下係我哋堂主任嘅同我哋講一篇道，係題目係在亂局中耶穌把生命反轉。弟兄姊妹早晨。咁去到12月啦，我哋其實充滿好多聖誕氣氛。咁我哋今日都係聖誕主日，好多好美妙嘅歌聲，令到我哋去諗翻上帝嗰種嘅榮美同埋開心嘅地方。咁喺華基裏面咧，12月咧，我哋其實每年都有個海報嘅喎嚇，即係貼咗喺出面嗰度。咁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呢個12月嘅海報咧，其中佢就寫住咧 Jesus is the reasons for the season。佢嘅意思即係話聖誕節日真正嘅目的係耶穌基督，都係一個好好嘅提醒。不如咧，你同側邊嗰個人講一句耶穌是主好嘛？我哋講呢句説話嚟得更加有意思。聖誕嘅目的原來係耶穌基督嚟到俾我哋有新嘅盼望。每年我哋提到耶穌係即係佢誕生，彷彿好似我哋講緊有個新嘅開始啊，一個新嘅盼望係咪啊？但係我哋而家去到馬可系列喎，今次去到最後一講，咁我哋講緊環繞今日嘅主題，今年嘅主題作主門徒重新想像，其實去到一個嘅尾聲。其實對於我哋基督教嚟講呢，我哋嘅開始唔係聖誕節喎，我哋嘅開始係復活節喎。因為正正係因為耶穌基督復活，佢叫到一切都唔同晒。同樣，所以去到馬可福音嘅結尾嘅時候呢，呢個唔係結尾，其實係一個開始。一陣間我哋睇落去就會知道㗎啦。所以就正如即係喺第16章第6節嗰度佢咁講，佢話你哋唔需要驚恐啊，唔需要覺得好奇怪。你哋揾嗰個被釘十字架嘅耶穌，佢已經復活咗。今日我哋睇呢段嘅經文。係喺第16章1到8節。其實原來你睇落去嘅時候呢，佢唔係結尾嘅喎，因為去到9到20節仍然有經文。但係1到8節係原本嘅結尾嚟嘅。9到20節呢係後期啲人又再加咗落去。加咗啲乜嘢呢？就加咗咧耶穌喺路上面同2個嘅門徒顯現啦，後期又同11個嘅使徒食飯嘅時候出現，然後吩咐佢哋要傳福音俾全世界，最後耶穌基督就升天啦。呢度加咗落去嘅經文只係得11節，如果我哋相比其他嘅福音書呢，你發覺佢只係輕輕咁提過。去到其實故事嘅結尾即係十架嘅使命完成咗啦，耶穌基督已經釘完十架。又交低咗嗰個使命俾門徒要去承擔傳福音，就好似其實教會已經揾到下一任接班人啦，負責嘅人就可以心頭大石咁樣去放低。呢個其實唔應該係一個圓滿嘅結局咩？但係馬可好明顯唔係咁樣睇，所以佢去呢度就去到一個位置就停咗啦。因為馬可睇福音唔係一啲要完成嘅任務啊。喺原本嘅結尾，婦女去到墳墓，聽到天使話耶穌基督復活啦，結果佢哋係嚇到傻咗，跟住咩都冇講就走咗去。嗰個亂局未平息，生命喺佢哋嘅裏面其實仍然係翻天覆地。呢個嘅結尾彷彿有一種未完待續嘅感覺。啲婦女會點樣呢？邊個去話俾嗰啲門徒聽？究竟馬可又會想表達一啲乜嘢嘅嘢呢？馬可喺呢個亂局嘅裏面營造咗一個未完待續嘅場景，而呢個場景居然係一個墳墓嘅場景。其實以前嘅墳墓，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呢？好多時我哋去啲墳墓嗰度呢，就有個碑咁樣啦，一個好大嘅碑，寫住一堆嘅樣嘢。唔知大家好耐之前有冇見過有啲比較有錢嘅人，佢哋個墳墓係點呢？係起咗間屋仔㗎，有間石屋咁㗎，有個屋頂咁有啲柱咁樣㗎。
其實有陣時有啲嘅人咧，佢睇死亡咧未必係生命嘅完結，佢睇死亡咧係一種概念化咧，係一種封鎖嘅狀態啊！啲嘢鎖咗入面，鎖咗之後就叫人裏面嘅嘢同人同世界同神隔絕咗，所以墳墓就好似死亡一樣啊！即係將一切封鎖咗。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格拉森呢個嘅故事呢？喺馬可福音第5章，佢嗰度講到耶穌咧將一啲污鬼趕入去豬群嘅故事。嗰度講到耶穌一落咗船啦，就有一個人迎住佢嚟啊！呢個人原來係俾邪靈即係纏繞住佢。佢喺邊度嚟啊？原來佢喺墳墓嗰度走出嚟啊！呢個人其實原來佢俾一啲污鬼鎖住，所以啲人咧就要分開佢，等佢喺墳墓度，以至到佢唔能夠同其他社會其他嘅人咧要分開。耶穌一出手就趕走咗呢群邪靈，叫呢個人得到解放，最終呢個人能夠翻去人群嘅裏面。原來馬可喺之前已經營造咗呢個墳墓嘅氣氛，就係耶穌原來能夠勝過絕望嘅困鎖啊！而家正正喺呢一個場景，佢提到，喂，嗰啲婦女去到個墳墓嗰度，邊個可以挪開呢個石頭啊？邊個可以做得到挪開呢個嘅石頭，可以將被困住嘅生命能夠解放出嚟呢？呢班嘅婦女一入到墳墓，就係見到乜嘢呢？佢見到一個白衫嘅少年坐喺度。呢個嘅少年同班婦女咁講，佢話耶穌基督已經復活咗，唔喺度啦。呢個個着白衫嘅少年，佢宣告有關生命被解放嘅好消息，而且佢叫呢啲婦女要去通知其他人。但係呢班婦女聽咗之後又驚又呆，成身都震晒，即刻走咗去，但係冇同人講，因為佢哋實在太過驚訝。有關呢個天大嘅喜訊，卻出現咗一啲驚驚青青嘅婦女，其實係咪好尷尬呢？馬可其實一直講緊門徒點樣去培訓啊嘛，其實去到呢一度，其實會唔會全部都滑鐵盧呢？佢哋唔能夠去完成耶穌所吩咐佢嘅事情。門徒由加利利一路跟住耶穌去到耶路撒冷，其實佢哋一直都搞唔清楚發生緊乜嘢嘅事。耶穌有耶穌講，門徒有門徒以為佢自己認為嘅一樣嘢，最後就各散東西。喺呢個亂局嘅當中，人生其實就好似打起10號風球咁樣樣。驚慌失控、絕望、內心糾結，去到邊度都好似死路鎖實晒咁樣樣。呢啲嘅門徒同埋呢幾個嘅婦女，其實好似我哋一樣，成日都搞到啲嘢亂晒龍。但係馬可正正係揀咗呢一啲唔重要嘅人物，呢啲唔係核心嘅領袖，平時只係嗰啲行開行埋、唔見經傳嘅人。喺耶穌上十字架同埋復活呢個嘅片段嘅當中，馬可正正提咗3個呢類型嘅角色。呢啲嘅角色正正反映出喺亂局嘅裏面，佢哋冇方向冇出路，但係神居然翻轉咗佢哋嘅人生，叫佢哋嘅生命能夠重新定位。當耶穌俾人捉嘅時候，嗰啲嘅門徒驚到心都散晒。嗰陣時，因為佢哋唔明白十字架同復活嘅意義。佢心裏面只係諗緊救世主，所以而家都煙消雲散，冇晒希望啦。仲講啲咩？唔通等坐喺度俾人捉咩？咁所以佢哋就走咗去。佢哋走咗去，其實都好正常啦。正正喺呢個段落裏面提咗第一個唔經傳嘅人。喺14章51到52節，佢講到一個少年人，話呢個少年人真係唔客氣，講緊佢乜嘢？一絲不掛。即係冇着衫，然後咧就只係掛住一塊麻布。可能嗰陣時咧，佢瞓覺，披住個麻布，聽到嘈雜聲，佢就走出嚟。啲人捉耶穌啦，就真係捉埋佢啦，係咪？佢掙扎嘅時候，啲人就扯甩咗佢塊麻布。咁呢個少年人就唯有打大赤肋咁樣樣，趕快咁去逃跑。一個人撇下一切，原來唔係為咗跟從耶穌。亦都唔係因為佢要背起佢嘅十字架，佢撇下一切，只係因為佢想逃走。呢個少年人寧可面對佢赤裸裸呢個嘅羞愧，佢都唔願意留低同嗰笪嘅地方有啲乜嘢嘅瓜葛。其實啲門徒有陣時都好似呢啲年青人一樣，抌低晒一切，赤裸裸咁樣落荒而逃。馬可唔係隨便加插呢個嘅片段㗎，佢其實喺度強調緊我哋嘅真實面貌。
我哋有陣時好愛主，我哋會呈現好愛上帝嘅時候，但係有陣時我哋都會有一啲不顧一切嘅軟弱，一啲好丟臉嘅時候，亂局嘅當中達唔到我嘅期望，事情唔係我所想咁，我就一走了之，何必留低呢？我哋會唔會有陣時都有呢啲裸逃嘅時候呢？你有冇面對一啲嘅情景，你就想抌低晒一切走咗去算呢？呢個情節係喺馬可福音獨有嘅情節，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呢？呢個逃跑咗赤裸裸逃跑嘅少年人，所以有啲人認為呢個少年人係邊個啊？就係馬可自己啊！當佢自己先到知道自己嘅事，所以佢就寫低咗落嚟。但係點解馬可要咁具體將佢自己咁羞愧嘅舉動記錄喺度，俾所有人知道？唔係淨係俾當代人知道喎，逢親睇馬可福音嘅人都知道呢。咁樣。原來馬可唔係第一次走咗去㗎。馬可後期呢，就即係陪伴嗰啲好出名嘅領袖啦嚇。保羅被差出去宣教嘅時候呢，馬可就滿腔熱誠，但係最後馬可佢居然打退堂鼓啊！佢可能因為覺得宣教好辛苦啊，好多不知嘅原因咁樣。所以我哋可以睇得到馬可好有激情，佢好想做一啲有意義嘅事情。但係佢生命有陣時就唔係咁成熟。去到後期，巴拿巴第二次去宣教，佢就想俾第二次機會馬可，就帶埋佢去重建佢嘅信心。馬可後期繼續留低，佢就成為咗彼得嘅書記，所以佢知道好多耶穌嘅傳奇嘅故事，就寫成咗馬可福音。但係馬可福音佢強調所有耶穌呢啲嘅言行之餘，佢同時寫下咗好多真真實實門徒所遇到嘅得同埋失。馬可經歷咗佢生命嘅反轉，佢聽到耶穌點點滴滴寫咗福音，耶穌嘅言行好激動佢嘅心靈。佢從目擊耶穌嘅作為，但係佢喺混亂，即係耶穌被捕混亂嘅裏面，佢又走咗去。佢去宣教滿有熱情，去宣揚耶穌基督嘅復活，但係仍然碰碰跌跌。但係呢個嘅馬可去到人生嘅後期，最終都矢志不渝。佢去到後期係點啊？佢唔係再在乎佢眼前嘅事情係咪合乎佢自己嘅心意，佢唔係再在乎佢前面行嘅道路係咪光明通達，佢在乎嘅係主喺佢嘅船裏面引領佢，佢就能夠火裏火裏去，水裏水裏去。傳統記載馬可最終去到埃及宣教，去到埃及最大嘅城市亞歷山大港，就建立咗亞歷山大嘅教會，喺嗰度成為咗第一個嘅主教。相傳馬可喺公元68年就殉道啦，亦都係馬可福音成書嘅時候。佢殉道相傳係點樣呢？就發現佢係被拖死喺街頭。馬可嘅生命從塵埃飄零，佢翻轉成為永恆嘅見證。另一個不經意嘅人物記載喺馬可福音15章，佢當中提到一個人係古利奈人，叫做西門。呢個人有咩咁特別啊？因為佢被逼背起耶穌基督嘅十架咯，然後同耶穌一齊遊街示眾啊！嗱，我哋知道咧，其實呢個嘅西門咧係一個散居嘅猶太人，因為當時猶太人有動亂，就趕佢哋離開呢個耶路撒冷，所以佢散居喺唔同嘅地方。而家就去到耶路撒冷過節。喺馬可福音15章提到呢個嘅西門，講埋佢個仔嘅喎，原來佢係亞歷山大同埋魯孚嘅父親，所以其實西門嘅一家其實同馬可呢班人咧，其實係好熟㗎，一路都喺當中。當時嘅囚犯往往要背起自己嘅十字架遊街，然後先至去行刑。馬可冇解釋到點解要揾人背起耶穌嘅十字架，可能因為嗰陣時耶穌好虛弱，冇辦法背起自己十字架去遊街。呢個嘅細節令我哋突然間聯想起耶穌喺馬可福音8章提到要背起自己嘅十架嚟到跟從主。其實當門徒聽完耶穌咁講，其實真係唔會明白耶穌講一啲乜嘢嘅嘢。點解我跟從主好好地要同個死刑嘅囚犯相提並論呢？
要好似呢個囚犯一樣背起十字架，有咩嘅關係啊？西門背起咗耶穌嘅十字架，唔係一件偶然嘅事。其實喺當下嘅情景，正正同佢嘅門徒相映成趣。當耶穌即係嘅門徒走咗去，佢見住耶穌背起十字架，其實心裏面真係巴不得呢個係我個老師，我真係想走出去背起耶穌嘅十字架。但係呢啲嘅門徒卻走唔出呢一步，因為佢唔知道嗰種嘅危機會帶來生命一啲乜嘢嘅威脅。西門嘅舉動正正象徵咗跟從耶穌嘅人，亦都要學習耶穌嘅榜樣。有陣時喺我哋堅持自己信仰嘅路嘅當中，原來會面對挑戰同埋困難。其實究竟當耶穌叫我哋背起十字架嘅時候，呢個背十字架究竟係一個可以選擇嘅邀請啊，抑或好似去到第15章所講，係被逼，好似西門咁，係被逼咁去背十字架呢？係要背起我哋自己嘅十字架去走我哋嘅信仰嘅路，抑或原來我哋要承擔耶穌嘅十字架去走我哋信仰嘅路？亂局其實逼我哋做緊一件事情，佢逼我哋作為耶穌、作為基督徒嘅身份啊，俾我哋去面對呢件嘅事情。有陣時我哋會諗，點解我哋要承擔一啲我哋唔需要承擔嘅責任？明明都唔係我嘅責任，點解我要負上？我唔係嗰個位置，點解我要行出嚟，仲要俾人鬧呢？但係亂局嘅裏面，叫我哋基督徒嘅身份能夠落實落嚟，去面對真係交託俾我哋嘅使命，真實咁樣去實踐我哋作為門徒嘅呼召。弟兄姊妹，十字架唔係苦差，佢卻係翻轉我哋人生升級版嘅經歷。耶穌被打、被釘十字架，眾人恥笑佢，門徒躲到遠遠。但係耶穌嘅信服，佢背起佢嘅十字架，卻帶嚟一個奇妙嘅結局，就係復活嘅結局。真正跟隨主嘅人，有陣時都係要孭起我哋嘅十字架。呢個嘅歷程叫弱者變為強，叫嗰啲驚驚青青嘅人能夠剛強起嚟，叫嗰啲從前只不過係一個附和嘅信徒變成真門徒。正如西門一家，佢深受呢件事影響，後嚟佢一家就成為基督忠實嘅跟隨者。第三個或者第三批唔經意嘅人係邊一批啊？就係正正去到呢個空墳墓前面嘅婦女。呢班嘅人，唔經意嘅人，佢居然係復活主嘅第一批見證人，但係佢卻延遲咗去傳遞呢個嘅好消息。如果我哋講開見證人，其實唔係最深尾講見證人。馬可喺一開頭嘅時候，喺馬可第1章就已經提及過一個嘅見證人。第1章嘅見證人同第16章嘅見證人正正相映成趣。呢個見證人係邊個呢？喺第1章所講，就係講緊耶穌治好咗一個長大麻風嘅人啊。但係治好咗佢之後點呢？耶穌就叫佢唔好周圍講。嗱，你只要去揾個祭司將你嘅身體俾個祭司驗證就得啦。呢個患有麻風病而被醫好嘅人，其實應該係一個好理想嘅見證人啦。點解耶穌喺當時覺得佢仲未適合叫佢唔好周圍去見證呢？其實之所以未曾合適，可能呢個人其實仲未曾清楚耶穌真正嘅職事，因為耶穌真正嘅職事真係只係啱啱開始。佢都未曾真正上十架復活，所以呢個人其實未必好完全了解耶穌真正嗰個職事係啲乜嘢嘅嘢。佢周圍去做見證傳開嘅，只不過俾人帶嚟認為耶穌係一個神醫啫。但今日講嘅經文，婦女同埋麻風病人就完全唔同啦。呢啲嘅婦女其實掌握咗足夠嘅資訊啊，有個空嘅墳墓，仲要有人話俾佢聽復活主嘅消息。佢哋應當係預備好嘅，因為經歷咗耶穌咁耐，同耶穌同行，應該可以為耶穌做見證。不過呢啲婦女嘅反應同麻風病人卻成為咗一個好強烈嘅對比，非常之吊詭。馬可福音第1章，呢個麻風病人，佢冇聽耶穌嘅吩咐，講咗好多樣嘢，仲將事情傳開咗。16章雖然少年人話俾婦女聽，要話俾門徒聽。但係婦女係乜嘢？走咗去，咩都冇講。
諷刺嘅就係嗰啲唔應該周圍講嘅，就講咗好多樣嘢。縱然佢得嘅資訊唔充分，嗰啲應該話俾人知嘅就咩都冇講。縱然佢已經掌握足夠嘅資料，原來人往往會做一啲佢哋唔應該做嘅事情，冇做一啲佢哋應該做嘅事情。我哋作為主嘅門徒，有陣時我哋都會唔會係咁樣樣呢？喺馬可福音裏面，其實馬可一直形容佢嘅門徒喺度做一啲佢哋唔應該做嘅事情。麻風病人描述耶穌嗰陣時快而不全，主要嘅原因可能因為佢太過熱心啊，太過興奮啊。而嗰啲嘅婦女點解佢會失敗呢？總括嚟講，可能佢哋驚驚青青，好害怕唔知會有啲咩後果。馬可話俾我哋聽一件事情，原來門徒要信服上帝，有時原來係要同我哋自己嘅脾性搏鬥啊！你明唔明啊？每個人嘅脾性唔同，但係原來有陣時我哋嘅脾性正正阻礙咗我哋真真正正去跟從我哋嘅主。雖然婦女嘅猶豫阻礙咗去見證耶穌，未能夠即時傳遞，但係我哋最終都知道呢啲嘅婦女佢都聽從吩咐去同其他人講，因為馬可正正將呢件事情能夠記錄落嚟，我哋就知道佢哋有咁做。咁樣其實都俾我哋一個嘅鼓勵。因為縱然我哋起先猶豫，但係當我哋最終能夠信服神嘅時候，神就能夠將我哋打亂嘅人生再次帶翻去正軌嘅當中。今日我哋提過3個唔經意嘅角色。第一個講緊係一個光，即係冇着衫光住身體嘅年青人，佢象徵咗呢個人其實跟從咗耶穌好耐嘅門徒，但係喺亂局嘅當中，佢拋下一切，為咗嘅係佢自己嘅自由，而佢一走了之。第二個係幫耶穌背十字架嘅西門，佢係象徵嗰啲其實從來只不過係一個旁觀者嘅信徒，但係喺亂局嘅裏面，喺佢冇準備之下，佢突然間要付出一啲嘅代價，成為真正嘅門徒。第三個係清晨發現空墳墓嘅婦女。呢班嘅人一直都係享受主嘅愛嘅，喺主嘅團契佢裏面幾咁開心，但係喺亂局嘅裏面，佢卻手忙腳亂，唔知道，亦都冇做佢應該做嘅事情。呢3個人其實都係一啲唔經意跟從耶穌嘅人，比起嗰啲其實跟得耶穌好緊密嘅人，反而而家馬可突然間將佢哋等喺幕前，並且喺亂局嘅裏面，佢哋成為真實門徒嘅轉捩點。亂局嘅當中，在後嘅人居然成為在前嘅人。跟從主嘅時候，可能我哋會有啲嘅混亂，會退縮。但係原來喺混亂同埋退縮嘅當中，佢真係可以成為我哋成為真門徒嘅起始點。有啲乜嘢嘢能夠令到呢一班唔經意嘅人能夠成為雲彩般嘅見證人？原來個故事真係未完成嘅，未完成嘅，未結束嘅。喺第16章第7節佢就提到啦，耶穌將會被佢哋所有嘅人先到加利利，因為耶穌講門徒會喺加利利同復活嘅主見面，即係話耶穌一早去到預備同佢嘅門徒見面。呢啲暗示耶穌總係喺我哋嘅前面，為咗重啟我哋嘅生命而做好準備。咁樣聽落實在令到我哋非常之興奮，同埋好有盼望。佢叫我哋唔好停留喺失意嘅裏面，原來我哋要勇敢咁樣去繼續走前面嘅路。唔通你冇見過耶穌，冇見過佢喺你嘅前面？其實有陣時我哋嘅問題，可能我哋往往見耶穌嘅喺我哋嘅後面啊。我哋曾經經歷嘅耶穌，我哋有啲嘅期望，我哋見唔到佢，因為我哋停留喺我哋自己過往嘅期望嘅裏面。復活嘅大能唔係喺後面，而係喺前面等緊我哋去領受。前面喺度呼喚你，點解你一直未能作出回應去踏出呢一步呢？喺8月港九嘅培靈研經大會，我聽到一個嘅見證。呢個嘅見證我喺百夫長培訓嘅裏面都有分享過。呢個見證講緊有一個主內嘅姊妹，佢突然間發覺丈夫有一個外遇，佢感到非常之失望。咁佢哋就決定離婚，兩個人就分居咗，
即係分開咗住啦。有一日喺教會敬拜嘅時候咧，突然間呢個嘅姊妹咧感覺到上帝同佢講一啲説話喎，話俾佢聽做啲咩咧？就要佢翻去前夫嘅屋企，同個前夫打掃間屋喎。即係估你都估唔到啊！咁呢個姊妹梗係講緊，喂，我點會中意想翻去屋企啊？仲要同呢個人打掃乾淨佢嗰間屋喎。但係最後呢個嘅姊妹呢，佢卻信服上帝嘅帶領，佢一早就去到前夫嘅屋企嗰度啦。咁開咗道門一望就望到個前夫啦。個前夫就好驚訝，喂，你嚟做乜嘢啊？即係唔知佢做啲咩噶嘛？咁佢梗係冇同佢解釋啦，咩都冇講就入廚房，着起佢嗰個嘅即係工作服，就開始喺度打掃啦。嗰個前夫咧就唔知佢做啲乜，咁就講：咁你想點啦？你又唔講嗱。總之你而家走嘅時候咧，記得閂好道門。佢就講，即係呢個姊妹就話啦：上帝點解你即係搞到我嚟到打掃，仲要對住呢個咁嘅人？呢個人仲要俾説話我聽咁樣。佢心裡面流住淚，但係佢仍然咁做。打掃乾淨之後，你知唔知佢點同上帝講啊？上帝嗱，我今次應承咗你，唔好再搞我唔會再嚟噶啦。嗱，弟兄姊妹，你千祈唔好咁樣同神講，因為咧你咁樣同神講咧，神極之可能會叫你再做第二次。第二次，上帝同呢個嘅姊妹講，呢個姊妹仍然信服。佢個丈夫覺得非常之驚訝，每次翻到屋企，見到成個屋企執到整整齊齊，啲衫燙到貼貼服服，個前夫心裏就會諗啦：點解佢咁做呢？以前呢個女人我放親工翻嚟就係點樣啊？吵鬧鬧冇嘢食嘅猛喺度鬧我，冇陪佢。喺呢件事上面，呢個嘅前夫睇到太太嘅另外一面啊！唔單止睇到佢信服神，亦都睇到哇，原來呢個嘅太太可以有咁可愛、咁信服嘅一面。佢哋兩個最後再次傾翻偈，互相饒恕，互相醫治，最後佢哋再次結翻婚。睇到耶穌喺前面，你能夠踏出一步，讓耶穌去重啟你嘅人生。原來好多時候都牽涉到同我哋品性嘅掙扎。你行唔到呢步，原來你自己唔鋸氣。你嘅脾氣令到你行唔到呢一步。啲人跟住耶穌咁耐，其實佢哋都唔係好了解耶穌嘅事。喺亂局嘅裏面，呢啲嘅門徒其實好多時佢往往停留喺過往嘅事，佢哋想覺得耶穌應該係點，佢嘅人生應該係點，復活嘅事係點，佢哋諗都冇諗過。佢哋嘅信心就係因為咁樣經歷嗰種轉化好慢，佢哋要翻轉生命實在真係唔容易。但係馬可從來都冇睇低呢啲嘅人，歷史都證明，其實當呢啲嘅人佢回應上帝嘅呼召嘅時候，佢做一啲佢哋諗都冇諗過嘅事，卻能夠喺當中最後見得到上帝反轉佢哋嘅人生，佢哋成為復活主嘅見證。佢哋從旁觀者變成神故事嘅橋梁啊！佢唔係再係為咗自己嘅故事去掙扎，佢哋喺佢哋餘下嘅人生或高或低，或順或逆，佢哋都期望耶穌喺佢哋嘅前面。馬可其實喺度邀請我哋，要從邊緣嘅身份變成天國嘅使者，唔好再喺度為咗你要去開展你嘅故事，你而家其實係要去開展神喺你生命嘅故事。只要我哋期望復活嘅主喺我哋嘅前面，復活嘅盼望就能夠令到復活嘅故事延續喺你嘅身上面。你準備好未呢？作主門徒，你能夠重新出發。好，弟兄姊妹，讓我哋一同起立，我哋唱今日嘅回應歌，陪我走過春夏秋冬。
風浪人生中，更清楚你在保守，在過去和永遠，仍是信靠你恩手，渡過歲月成長中，更加深切無恩主，是你慰藉憐憫我，主耶穌。你說始終會伴我秋冬春雨夏，同我保守我，引導一生。信靠恩主那懼怕經多少變幻，信靠主我神，永遠被懷抱。歷經風浪人生中，更清楚你在保守，在過去和永遠，仍是信靠你恩手，渡過歲月成長中，更加深切無恩主，是你慰藉憐憫我，主耶穌。你說始終會伴我秋冬春雨夏，同我保守我，引導一生。信靠恩主那懼怕經多少變幻，信靠主我神，永遠被懷抱。你永不捨棄我，永遠與我一起，深宵清早你亦陪我過。過去今天如何，有你恩典加多，這一切也靠着神跨過。你說始終會伴我秋冬春雨夏，同我保守我，引導一生。信靠恩主那懼怕經多少變幻，信靠主我神，永遠被懷抱。信靠恩主那懼怕經多少變幻，信靠主我神，永遠被懷抱。請仍然站立，以後我哋一同祈禱。我哋一齊低頭祈禱。親愛主耶穌，我哋感謝你，因為你永遠都懷抱住我哋。可能喺我哋一個我哋自己好混亂，或者係一個唔知道點樣去做嘅時候，主啊，你嘅靈就提醒我哋，求你教導我哋懂得放下自己，亦都懂得緊緊咁跟隨你，以致我哋嘅生命就為你所用，成為你所喜悅嘅僕人。天父，我哋喺呢個月裏邊，我哋都有好多嘅教會有好多嘅活動，求天父你祝福，包括喺馬島而家喺馬島嘅弟兄姊妹，求天父你保守佢哋嘅平安同埋健康，俾佢哋都有順利，亦都俾佢哋喺支援宣教士嘅事情上邊都得力，俾佢哋關懷同埋愛。
天父，我哋多謝你，今日我哋都有洗禮班，有10幾位嘅弟兄姊妹決定永遠跟隨你，求天父建立佢哋嘅信心，亦都俾佢哋喺佢哋嘅親人同埋佢哋屋企人面前作你嘅見證，使到一啲未信嘅都因為佢哋嘅緣故可以得聞福音，睇到佢哋嘅改變，我哋讚美你。天父，我哋亦都為著我哋嚟緊24號有個聖誕嘅報佳音，求天父你激勵弟兄姊妹可以一齊嘅參與，喺當中將你降臨嘅信息、歡欣嘅信息都可以傳遞俾我哋身邊嘅鄰里街坊。天父，我哋最後亦都為着將之前喺大埔嘅一啲災難，求天父你親自嘅安慰，要求天父你俾當中有居民搬到我哋嘅鄰舍嘅時候，教導我哋點樣去教導我哋點樣去做一個和平之子，要教導我哋點樣將你嘅好信息傳遞俾佢哋，成為佢哋生命裏邊嘅盼望。天父，我哋多謝你聽我哋祈禱，奉耶穌基督得勝名求。請坐。好，各位弟兄姊妹，聖誕蒙恩。咁咧，今日咧我哋好開心喎，有3位嘅新來賓。咁咧請我讀到佢哋嘅名嘅時候咧，麻煩你企起身，等我哋一齊認識下你啊。咁咧第一位咧就係 Amy， 係啦。咁咧我哋歡迎佢。咁咧其實佢今日咧係第2次嚟嘅。咁佢身邊咧就有佢嘅朋友，就喺外國翻嚟嘅 Prolly， 係我哋歡迎你。跟住咧第3位咧就係張弟兄，歡迎晒。咁啊，希望咧喺嚟緊嘅日子咧，我哋喺華基呢個大家庭繼續見到你哋。咁咧頭先咧主席都提過㗎啦，嚟緊星期3晚有呢一個嘅聖誕頌歌，唔知大家咧報咗名未？咁如果咧你之前邀請咗一啲嘅親友，佢哋仲諗緊咧，記住咧再問下佢哋啦。咁你盡快咧 scan 個 QR code 咧報名。咁啊當日咧活動完咗之後咧，我哋會有好味嘅糖水食嘅，係啦。咁啊所以咧千祈唔好錯過呢個機會。咁嗰個意義大家都知㗎啦，係好重大，讓到我哋身邊嘅人咧喺田灣區裏邊咧係得蒙神自己嘅祝福，同埋咧再次聽到佢自己奇妙嘅聖名。因為咧呢個咧就係佢降生嚟到呢個世界上邊最重要嘅意義，就係為我哋每一個人咧去成就佢嘅救恩。另外咧當我哋即係今年可能有陣時都會諗起大埔呢一個嘅火災嘅事件嘅時候咧，可能我哋都會諗起一啲生死嘅問題。咁嚟緊咧欣澳牧區咧為大家咧設計咗有2個嘅聚會，係分別喺出年嘅1月18號同埋2月8號。係生死教育嘅講座，咁個時間呢係喺下晝嘅2點半至到4點鐘，地點喺富堂。咁2個嘅聚會呢嘅主題係唔同嘅。第一個嘅聚會嘅主題係遺囑持久授權書，我哋邀請咗梁思明律師為我哋主講。而第2個2月嘅聚會，我哋嘅主題係預設醫療指示。好感謝神，黃嘉琪姊妹呢喺當中會同我哋分享。咁記住啦。你可能話你自己年紀仲好細啫喎，咁好歡迎咧，你邀約一啲長者，你所認識嘅一啲嘅親友，佢哋咧都好有興趣知道為自己將來去鋪路嘅話咧，記住邀請佢哋嚟參加。咁咧報名嘅辦法都係好簡單，就係咧只要落到下面招待處或者咧 scan 一個 QR code 咧就可以報名㗎啦。咁另外咧，今日我哋下晝好開心，因為咧有16位嘅弟兄姊妹咧將會受洗加入教會。咁咧，究竟呢16位嘅
弟兄姊妹係邊16位呢？咁其中有4位呢係嚟自五旬節堂嘅。咁我而家呢就會讀佢哋嘅芳名。咁如果呢讀到你個名，你就喺我哋當中呢，請你唔好怕醜喎，請你呢企起身，等我哋呢去認識你，為到你呢去歡呼嘅。咁第一位呢就係蔡比信弟兄。好，第2位呢就係曾國威弟兄。好，大家知唔知道曾國威弟兄其實呢係微微傳道嘅爸爸？係啊，我哋恭喜佢啊！感謝神。好啦，第3位呢係譚卓偉，跟住呢係黃卓謙，係啦。咁呢阿卓謙呢應該唔喺度㗎，不過呢佢爹哋媽咪喺度，我哋不如請佢爹哋媽咪起身，係啊，代表呢接受呢一份嘅恭賀啦，係啊，黃弟兄同埋黃太係。好，咁跟住呢有劉盈慧啦姊妹，跟住梁文燕姊妹。好，我哋恭喜你，恭喜你。跟住仲有梁淑貞姊妹，有 fans 喎，我聽到後邊有啲歡呼聲喎。跟住咧有吳芬梅姊妹，好，跟住咧俏海蘭姊妹，咁啊仲有范木希姊妹，我見到你嘅，好，歡迎佢。好，跟住咧潘慧穎姊妹。溫子月姊妹，好，咁咧之後剩翻嗰4位五旬節堂嘅弟兄姊妹個名咧係馮之傑、馮朗恩、陳永嫻同埋余海欣。咁咧願神祝福今日下晝嘅聚會。弟兄姊妹，讓我哋一同起立。我哋彼此祝福。願天父上帝的慈愛常與你們同在，願平安恩惠天天加給你，喜樂恩典圍繞你，願你每天快樂，身心愉快，健康與你常在，祝福你福杯滿溢，耶穌永遠陪伴你。願天父上帝的慈愛常與你們同在，願平安恩惠天天加給你，喜樂恩典圍繞你，願你每天快樂，身心愉快，健康與你常在，祝福你福杯滿溢，耶穌永遠陪伴你，耶穌永遠陪伴你，耶穌永遠陪伴你。讓我哋一齊低頭領受從上而嚟嘅祝福。我哋親愛嘅主，我哋感謝你，因為你係起初嘅，你亦都係末後嘅。主啊，願意我哋喺你嘅同在嘅裏面，我哋得着力量同埋平安，亦都願你喺我哋生命裏面所啟動嘅一切美善同埋善功，繼續喺我哋嘅生命嘅裏面能夠得到成全。求主嘅恩典、基督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常與我哋眾人同在，從今直到永遠。阿門。大家請坐，我哋默禱之後可以散。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Good tidings we bring to you and your King. We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聖誕快樂！